再来看花莲德鲁区国家公园入口出海口，最近有农民发现亲像有人的大腿骨，因为去年4月初3地震的时，德鲁区的山区阁有一个新加坡的查某人，甲一个德国的查甫人失踪。也毋过，警方判断讲，这个骨头应该是一个大约40岁的查甫死者，死亡的时间超过半冬，应该是无关系。有一个杨先生伫个入口出海口的溪保正山影，4月27早起经过北回铁路下骹的产业车路，向看到一支差不多40公分长的骨头伫个桥墩的边啊，看到那像是人的骨头，伊赶紧报案。这边平常会有人进来吗？很少的。这个我们没弄之前，草是在这个位置，谁进来啊？你也知道地震以后啊，对，我们也没过来了。警方到位随封锁现场，而且把骨头炸登去化验，确认是人类正边大腿的骨头。了后随通报检察官来侦办。4月28，先以人工的方式敲碎，5月初3派怪手来挖，小人说阁挖到其他部位的骨头。遗骨为约40岁以上的男性所有，死亡时间已逾半年。第二，下颌骨是没有牙齿，那也不排除死者生前可能有佩戴活动式假牙。第三，头骨的右眼处曾施行前骨开放性手术，在眼眶显见有骨钉固定的痕迹。因为德鲁区山区4月初3地震的时阵，还有一个新加坡的查某人，甲一个德国籍的查甫人失踪，传出发现骨头的时阵，捌引起关注。不过，警方目前是已经排除关联性，会采验 DNA 来比对失踪的人口，嘛会去查捌做过过交骨手术的资料，找出死者的身份。公视新闻花莲报道。